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集會同大家介紹我自創嘅隊伍常山宮。隊伍由許攸、賈詡同埋趙雲組成。呢個組合可以互相聯動，有唔錯嘅效果。賈詡嘅混亂除咗提供強力嘅控場之外，仲可以幫趙雲刷會心機率，增加輸出。喺改版咗之後嘅趙雲，除咗繼續有洞察，唔怕混亂之外，當佢每免疫一次負面狀態之後，就會獲得 7% 嘅會心機率。變咗賈詡除咗打控之餘，仲可以幫趙雲增傷。除咗咁之外，喺混亂到對手嘅時候，佢哋嘅破攻打返自己人，亦都會刷到許攸嘅破綻。賈詡嘅混亂可以同趙雲、許攸造成唔錯嘅聯動，自己可以打控，亦有輸出，亦可以幫趙雲刷會心機率增傷，同埋可以幫許攸刷破綻，加快降低對方四圍嘅速度，同埋觸發虛弱，有效咁減低對方嘅攻防。而趙雲我配咗羅伊，務求有穩定嘅輸出同埋普攻刷破綻。而兵書我都揀咗不用則死。除咗因為羅伊淨係得3個回合嘅因素，不用可以令到趙雲喺第5回合之後連擊，仲會產生禁療，變成幫趙雲刷會心增加輸出。而寶物方面，其實只需要買一個公寶俾許攸就可以，而趙雲嘅公 S 只需要用公孫瓚做軍師就可以。雖然會降低趙雲少少嘅武力，但係趙雲天生有加40點屬性，所以影響唔太大。而呢一隊測出嚟亦都係去到 T0 嘅水平。不過由於眾志成城喺第2隊用緊，所以我就改咗做兵巫。而趙雲我就用咗一騎，因為我冇步人。唔係啩？不過如果你有步人嘅話，就會用步人好啲，因為除咗可以打控之餘，亦都可以同賈詡聯動增加輸出。而呢一隊測出嚟，除咗俾騰格克制之外，大部分隊伍都可以打。雖然一騎當千有唔錯嘅輸出，但係發動率實在太過低，只係得30%，就算趙雲普攻10次以上，都未必發動到3次。相比之下，步人就會穩定一啲，同埋仲可以同賈詡聯動，增加多少少輸出。亦係呢一個原因，我用一騎當千嘅時候，有時候打麒麟弓有唔錯嘅優勢，但突然間亦都會出現一場慘敗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步人嘅話，就建議大家用返步人。跟住落嚟就有戰報俾大家參考返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